話說我陣間要去一個地方，去之前咧一定要拍呢條片，證明我埲牆係仲有位㗎。我今日要去嘅就係喺香港維坊搞嘅 Pokemon All Star Collection Pop-Up Space 啦。介紹翻今日呢個活動有咩送啊？有買滿任何一張單送 file， 滿350蚊送 tote bag。OK，let's go。換購咗嘅話就可以咁樣 show off 隻公仔㗎啦。為咗慶祝呢個系列嘅10週年咧，現場除咗有過300款嘅 Pokemon 公仔之外，仲有勁多位俾你打卡啦，包括呢個，仲有呢個。不過我想講，其實作為 Pokemon fans，去到現場每一個位都應該係打卡位噶啦，包括上面呢部電視啊，你睇下播緊 Pokopia， 仲有 Pokemon 嘅動畫啊。咁既然佢係一間 pop-up store，就梗係俾大家睇下佢有咩好嘢買啦。哇！現場真係多到唔知點揀好啊 ！Oh my god， 係咪 EQ 啊？仲有 E 貝系列啊！不過作為一個專一嘅男人，我梗係揀翻佢啦。老友黎特已經見到佢老婆啊！見太太喎，老婆同埋我嘅切拉。同場仲有同黎 Sir 撞樣嘅圖圖犬，仲有呢一堆啊，真係好得意啊！準備3、2、1，抽獎啊！抽獎！因為啲朋友可能冇卡片喎，有冇寫到名啊？最後唔少得嘅，俾大家睇下我哋嘅戰利品啦！4月3號至5月10號去大圍嘅維坊揾佢哋啦！好嘢，佢哋可以加入啦！咩嚟㗎？呢個綠色嗰個係今日 Pop-Up Store Event 送嘅。咁後面嗰兩隻咧？咁呢啲又係新㗎？咁埲牆仲有位嘛？